上帝啊，求你听我的求救，阿罗听我的祈祷。我的心失志的时，就要对地极求救你，求你带我到伫个比我较悬的石盘，因为你要做我逃闪的所在，做我坚固的台，来脱离对敌。我要永远住伫你的步边，我要秘伫你实的稳密的所在。各位兄弟平安。这是咱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第67首，我心俄罗上帝圣诗67首，请起立。请坐。这是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你予四季照起工来运行，你落雨压田，你也出入拍测，你立立世间的万项事，你也养饲世间人。上时，你也是掌管未来的上帝。你正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引带你的百姓行头前的路。今仔日，阮会当坐伫遮，安稳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你，拢是出伫你的竞选、你的恩典甲疼痛。上帝啊，我要感谢俄罗你。今仔日是双年教会设教105年的纪念主日。天父上帝，阮要感谢你伫个百活当前，你感动阮的信仰前辈伫个牛埔啊这个所在来起造教会。100年来，这间奉你的名设立的教会，领受你丰丰富富的恩典。这时的双年教会是1000多人的教会。各有经营事业体，这间教会成做正教会、正神学院，甲这个社会的祝福。伫
在这个特别的日子，上帝啊，我要来感谢你。上时，我若要恳求上帝你的赦免，我无尽心尽意去传福音，我亏欠福音的罪多。但我要恳求上帝你赏赐阮智慧、气力、勇气，互阮会当勇敢世界去传福音，特别是阮事业体本身内底员工，也是事业体所服侍的这个老大人，拢是阮传福音的对象。望伫将来，阮会当得到你的学乐，讲阮是个良善、个忠心的奴仆。今仔日也是圣餐的主日，天父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在2000多年前，你差遣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出世做人，为着人的罪，伊方钉死伫个十字架顶，伊流出宝血，洗清阮的罪过，佮用伊的血甲人设立新约。天父上帝，阮恳求你怜悯阮，阮踮伫这个会败坏的肉体内底，阮时常会犯罪。感谢主，透过这个圣礼典，阮会当搁甲主耶稣基督同坐倒，透过擘饼、啉杯，会当甲耶稣同心结连，阮的罪也会当得到赦免，互阮重新清气。天父上帝，这是极大的恩典，我们来感谢阿罗你。最近教会有侪活动爱筹备，也有侪代志爱做决定。天父上帝，我要恳求你赐智慧，互牧师团甲每一位长职，互因伫咧做决策的时有你的同在，所做的每一项决定拢会当符合着主你的旨意。阮安尼祈祷是无够额，这时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齐出声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城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地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这是咱来三角启用，启用文第19篇，伫圣诗后壁第29页。启用文第19篇，就是诗篇第95篇。启用文19篇，伫圣诗后壁29页。我来刻，大家来用。来啊，咱就耶和华唱歌。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。洋海属伫伊，是伊创造的。来啊，咱就鞠躬敬拜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，这是咱过来吟诗学乐上帝，圣诗307首美调
圣诗307首美调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，请起立。这时，请咱犹原徛着，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伫个咱圣诗的头前，如果无识的人会当来献。来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。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，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世人中告我，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相通，罪赦免，众体告我，永远的活命。谢谢。这是圣化对于要带咱来学乐上帝，因今日要学乐的诗歌是，这是上帝所定定的日。这是上帝所
感谢圣乐队用这样优美的歌声，带咱来敬拜上帝。这时，咱来恭读上帝的话。今日上帝的话是记载伫《路加福音》10章第25节到37节。《路加福音》第10章25节到37节。现代中文译本伫113页，台语汉语本伫81页。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37节，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。有一个法律教师前来试探耶稣讲：“老师，我应当爱安怎做，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性命？”耶稣讲：“罗他册顶头是安怎讲，你是安怎解释呢？”迄人回答：“你要用全心、全情、全力、全意听主你的上帝，搁爱听厝边，哪像听家己一样。”耶稣对伊讲：“你讲了真对，照安尼去做，就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。”迄个律法师为着要表示家己有理，就问耶稣讲：“什么人是我的厝边呢？”耶稣讲：“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去耶利哥，伫路途中拄着强盗，因拔去伊的衫裤，甲伊拍到半死，佮等伫迄个所在。拄好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落去，伊看到迄个人伫遐就岸边另外一边行开。共款有一个利未人经过迄个所在，伊前去看迄个人，也对另外一边行开。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迄个人的身躯边，就看到伊，就动了慈悲的心。因前去用油甲酒倒伫伊的空喙，替伊包好，然后飞坐去你家己的精神顶头，带伊到一间客栈，伫迄个所在来照顾伊。第二天，伊摕2个银仔，互迄个客栈的主人讲：“请你照顾伊，当我转来经过这个所在，我会付清所有的费用。”就安尼，耶稣问迄个人讲：“耶稣问讲，以你的看法，这3个人中间，倒一个是遭遇强盗迄个人的厝边呢？”法律教师回答：“用仁慈款待迄个人的，用仁慈款待伊的迄个人。”耶稣讲：“那安尼，你照安尼去做。”以上，今日咱主任牧师、蔡牧师，伊要所带来信息是听的行动。第一讲，听的行动。第一讲，请咱恭敬来领受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对旧年到今年，咱拢咧讲爱的真谛，这系列的讲题。咱对今仔日开始，咱要进入另外一个部分，就是听的行动。咱来明白，伫教会中间上介重要一个特质，就是咱大家当彼此相听，互相关怀。因为咱理解，教会是一个敬拜的团体，但是我无相信一个无彼此建立关系、无产生贴心互动的团体，会当互相同心敬拜。所以，上帝呼召咱成做教会，毋是要互咱简单来遮聚会尔，伊是要互咱做伙经历生命。听行动拄仔是见证咱是耶稣基体上介重要的一个根据。今仔是双年教会设到105年的纪念主日，咱来明白上帝设立教会伫即个所在的目的，是爱咱成做一个听的团体，彼此付出听的行动，伫教会内部中间互相关心，然后互咱的听会当满出来，满出去伫教会外面，互更较侪人明白主耶稣基督所带来听。所以牧师期待用几个礼拜时间，甲大家做伙来想即个听的行动，即个主题。咱到底会当有啥物款听的行动付出？会当安怎做听的行动？
要领受上帝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你设立双年教会伫即个所在，完整当时的兄弟姊妹会当伫遮组织敬拜你，也会当透过你的话语得到精神改变的快乐。主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有听的耳，互阮有静的心，伫领受你的话无任何阻挡。也当我明白你的心意了后，阮求主你赐了信心甲听心，互阮会当用听的行动来满足你的心意。求主帮助阮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所读的经文是咱拢真熟的一段经文，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讲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？因为有一个经学教师，就是律法教师来找耶稣，想要试探伊。伊就问耶稣一个介要紧的问题。伊讲：我要怎样行，才会当承受永远活？这是非常重要，因为永远活的活命是每一个人爱去追求、爱靠无的。所以伊问耶稣讲：我要安怎行，才会当承受永远活？耶稣无直接回答这个问题。反倒转来问，耶稣就问伊讲：你是经学教师，你律法册顶面安怎写？其实这对伊来讲，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，因为伊自细汉到大汉受训练的目的，就是爱了解圣经中间所记载，特别圣经中间记载安怎得到永远活的方法，所以伊马上回答，而且是标准答案。伊讲：你爱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听主你的上帝，佮爱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问题对伊来讲太简单啦，而且这是完全正确的答案。所以耶稣讲：你回答的就是安尼。但是，这律法教师为了证明家己是对，也是有理的，所以伊继续来问耶稣：安尼？什么人是我的厝边？什么人？我爱听厝边亲像家己。安尼，什么人是我的厝边？所以耶稣就讲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。耶稣讲有一个人对这个耶路撒冷落去到耶利哥。耶路撒冷是一个山仑较悬的所在。耶利哥伫较低的所在，所以对耶路撒冷爱行山路落去到耶利哥的所在。伫这条山路内底，常常有埋伏真侪这个抢人的强盗。有这个人对这个耶路撒冷去到耶利哥的路上，拄好拄到一群强盗，因绑掉伊的衫，将伊拍到半死，来等伫迄个所在。所以这受伤的人倒伫迄个所在，无法度，无人来救。突然间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落去，伊有看到这个受伤的人。但是伊马上对另外一边闪过，然后来一个利未人经过迄个所在，哪有看到这人，甚至圣经讲伊去上头前去看这个人，然后伊也做一个决定对另外一边行过。祭司甲利未人拢是当时的宗教领袖，但是因看到这个受伤的人，因就对边仔行过，然后突然间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出现。伊经过迄个所在，撒玛利亚人因为历史的缘故，因原本的是以色列人的兄弟，但是因为历史的缘故，煞产生无拄好，并加做对敌。所以圣经中间记载讲，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，因是无咧来往的，无咧来往，无咧交叉的。但是伊一看到这个人，圣经中间讲伊起了怜悯的心啦，动了慈心。伊就向前去救这个人，咱看到伊救，就先来伊的空喙来，伊简单做一个治疗，然后佮带伊去到客栈中间来照顾，然后佮交代客栈的主人，伊离开了，爱继续照顾伊。然后耶稣就问这个律法教师讲：照你的看法，这三个人中间，祭司、利未人佮撒玛利亚人，
什么人是遭遇到迄个强盗迄个人，就是即受伤的人的厝边。即个律法教师吼，伊连撒玛利亚人的撒玛利亚都无要讲，吼，伊讲是用仁慈款待伊的迄个人。耶稣知影伊的软弱，所以就来讲，安尼你去，照安尼去做吧，你就当得到永远活。所以咱看耶稣讲即个譬如吼，其实会当帮助咱，特别是咱已经设教伫遮105档的少年教会，做伙来思考安怎行出疼的行动。首先，咱来理解就是讲，咱是一个讲疼的团体，但是若无行动，都毋是真的疼。耶稣伫即个故事中间讲一个信仰真重要的概念，就是信仰毋是一种伫知识顶面的了解，是爱将咱所理解的知识来实践出来。故事中间的利未人甲祭司，因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，因自细汉到大汉受训练，就是圣经上帝的道理。因就是去服侍上帝的人，想要满足上帝心意的人。所以因事实上，因拢明白，听厝边亲像家己的这款圣经的教训，但是伫实践顶面，因真欠缺。咱伫圣经中间，咱看见到，当耶稣将譬如讲了，伊问经学教师讲，伊讲照你的看法，这三个人中间，什么人是遭遇到强盗迄受伤的人的厝边？迄个经学教师马上讲，用仁慈款待伊的人。耶稣马上对伊讲讲安尼，你去，照安尼去做。虽然经学教师嘛知影道理，伊真清楚这个道理，但是伊却行袂出来。也就是讲，伊知影迄个标准的答案，但是伊无法度照迄个答案安尼做。所以耶稣爱伊照安尼去做，互伊明白真的疼是需要付出行动，才是完全。那个书的作者安尼讲，讲你毋通欺骗家己，掠做只有听道就会使。反倒转来讲，咱听道了，爱将所听的道理实行出来。咱每一礼拜拢会来到教会听上帝的话。咱伫日常生活中间，嘛拢会读圣经上帝的话。咱是听上帝的话了，读上帝的话了，咱心中的确有足侪的感动。总是咱爱用咱的生活的见证，将伊实行出来。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听。我询问在座做丈夫的，恁一个问题：恁敢有听恁的太太？无几个人哦，无几个人听。有讲有诶吼，你等于请你问你的太太，吼，看伊有感受到无？哦有哦，这种查甫咧讲吼。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吼，咱当咱讲咱听一个人，咱来用行动互伊感受会到，这才是真正的听。迄个空嘴报纸讲听。迄毋是真正的听，了解听是一回事，将伊实践出来，佫是另外一回事。无行动的听，就毋是真的听。然后咱来理解，就是咱要付出行动的过程中间，实际上咱会拄着真侪窒碍、真侪阻碍，咱需要去克服。伫经文中间的祭司甲利未人，因是一些人的宗教领袖。有一寡圣经学者认为讲，真有可能因迄个时阵伫圣殿内底咧服侍。根据律法，如果去接触到人的尸体，就无清气，所以因就无法度去圣殿内底去服侍上帝。但是咱来理解一点到底是服侍上帝较要紧，还是去救助这个需要帮助的较要紧？爱做一个判断。但是当然，更有可能是因为。因会怀疑这受伤的人可能是强盗所假，因为当时阵伫这条暗路中间咧行的人，拢真烦恼一件代志。有的强盗真奸巧，伊会假做受伤的人，互你失去戒心，所以你要向前去关心伊的时阵，伊就来伤害。所以这人嘛是真惊遐，讲这人是
强盗所假，所以惊家己伫救助的过程中间会受害。也因为太侪遮个故事啊，无论是故事因伫圣殿中间的服侍，也是故事因会去受人伤害。遮个故事，互因无法度突破心中的塔界，互因失去实践听厝边亲像家己的这个机会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有时阵咱也爱克服咱人生中间的自私甲软弱。圣经中间安尼讲，你的手若有行好的力量，毋通体死，就对迄个应当得到的人施行。所以，咱来做一个判断，到底什么人是真正需要的人？咱如果若有能力帮助伊，咱就爱有听的行动，爱突破咱人生中间的自私甲软弱。保罗也安尼讲，若有机会着正人行好，所以有机会咱就爱把握掉，因为咱的人生拢是软弱，有时惊麻烦。但是如果听是上帝的命令，咱敢是爱突破这个咱人生中间的这个软弱甲塔界，来完成上帝的心意，来满足上帝的心意。当然，这段圣经有来互咱两个真重要的帮助咱去突破咱人生中间的软弱。第一项，就是咱来明白，所有听的行动的基础，拢是在伫咱甲上帝的关系。咱来理解耶稣咧讲这个譬如耶稣毋是咧讲一个故事那尔，耶稣其实是咧讲这个譬如是咧讲伊家己啊。咱常常会掠做讲，耶稣讲这个故事是咧鼓励咱诚做好的撒玛利亚人。其实无毋对啦，耶稣的目的，第一个目的是咧讲另外一件代志，但是第二个目的是要鼓励咱诚做好的撒玛利亚人。但是耶稣真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咧说明讲，伊本身就是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。咱看见着祭司甲利未人，是当时阵的宗教领袖，因伫圣殿中间服侍上帝，看起来改成真敬虔。但是因看着真济这百姓咧受苦，因无当作一回事。百姓伫心中艰苦，有真济内心的情节，因无要插伊。这百姓就亲像这个受伤的人，倒伫路边。这宗教领袖无咧管因安怎。但是耶稣诚做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，虽然伫世间的时阵受人排斥，但是伊甘愿付出听的行动来帮助这受苦的人。所以耶稣先诚做这个受苦的人的厝边。这兄弟姊妹，咱就是受苦的人，咱就是需要救恩的人。所以，咱爱互耶稣先诚做咱好的撒玛利亚人，诚做咱的厝边，咱才有能力去诚做别人的厝边。所以，如果咱也无甲上帝、无甲耶稣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，咱毋知影要安怎用听的行动去帮助人。这段经文中间，咱看见着耶稣咧甲这个经学教师对话的时阵，经学教师咧讲安怎得到永远话，就是安怎爱听上帝，爱听人嘛。所以听上帝甲听人有真深的关系，是无法度分开的。咱甲上帝保持一个好的关系，咱先互上帝听咱、救赎咱，咱才有能力去帮助咱。咱甲上帝保持好的关系，自然会产生对上帝遐来的怜悯甲听。咱自然而然会对别人的需要敏感，咱知影爱用什么款的方式去关心因。所以咱先互耶稣基督诚做咱的厝边，来帮助咱，咱才有能力诚做别人的厝边。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，咱来明白听行动的对象是每一个需要的人。伫进入听行动进前，咱有一个真重要的明白，就是付出听的对象是需要的人，是真实需要的人。咱看到这个经学教师为了证明家己对，伊对耶稣讲：“安尼，什么人是我的厝边？”耶稣对伊讲：“如果你是一个有怜悯心的人，你是一个仁慈的人，你有仁慈的心的时阵，迄个需要的人就是你的厝边啊。当你若用关关的态度来看其他的人的时阵，无咧关心别人的需要的时阵，
伊当然找无你的厝边啊。但是当你有怜悯的心伫你的心中的时阵，你会真实去了解需要的人，就是你的厝边。你必须要对伊实行疼的行动。这故事中间，这是甲利未人、甲撒玛利亚人上界大的差别，就是因对人的需要的看法无共款。撒玛利亚人知影每一个人拢有伊的价值，拢是需要的人。咱看见着伫病院中间的医护人员，因袂因为送来的病人是啥物款的人，有无共款的做法。咱送一个病人来，你袂讲啊，你的操心成绩摕我看卖，那操心成绩无及格，我无来医，袂安尼嘛？袂讲送一个病人来，问讲啊，你是倒一档的？你若是甲我无共档的，我无要来医。我袂讲啊，你是信啥物货？你的信用是啥物货？袂因为无共款的信用，就无要来照顾。这就是疼嘛。袂因为人无共款的标准来讲，咱要服侍伊，也无要服侍伊。咱看见着耶稣咧选择疼的行动的对象，唯一的原则就是有需要的人，伊就帮助伊。伊的朋友中间有送养的人，嘛有富裕的人，身份地位毋是伊选择的重点，是人真实的需要。所以当咱明白，咱会当用疼的行动，明白疼的行动的基础是咱甲上帝的关系。明白疼的对象是每一个需要的人的时阵，咱会当突破咱人生中间的软弱，这脱碍除掉了，咱会当付出咱疼的行动。然后咱进入第三点，咱会明白，咱要付出疼的行动，表示咱要付出一寡代价。伫这故事中间，撒玛利亚人帮助这个受伤的人，伊用油甲酒倒伫伊的空喙，来包起来，包好势，然后佫扶伊去到迄个客栈中间，伫遐照顾伊。这拢需要开伊的时间、开伊的精神、开伊的金钱。所以咱明白要疼一个人，必须要付出代价。咱讲咱疼咱的囡仔，咱看倒一个爸母无需要付出代价，因为疼伊，所以就对伊有责任，这责任就是代价。所以当你决定要疼一个人的时阵，你就爱决定你爱付出代价。疼的行动就是爱付出代价。上帝疼咱，所以伊付出极重的代价，将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予咱。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，这就是疼的代价。咱之前已经有讲过这个疼的代价，这个题目，咱无要搁再重复。但是牧师爱大家理解，当咱决定要疼一个人，咱来付出一寡代价。牧师大家鼓励，其实咱会当有两个方向会当来做。第一个方向就是咱会当替人祈祷，付出祈祷、付出代祷的代价。然后第二项，咱会当接待迄个心内的朋友。所以咱过2礼拜了，咱有举行一个培灵会，这主题就是为什么要祈祷，以及安怎替别人来祷。所以咱来参加，透过这培灵会，激励咱，互咱也透过这培灵会来训练咱，互咱会当替别人祈祷。这是一个真好的服侍。咱如果会当付出代祷的代价，相信会当带互人真大的祝福。佮第二项，咱会当学习来接待新的朋友。新的朋友来到咱这个所在是一个充分的所在，咱安怎用疼心帮助伊来适应这个所在，互伊理解教会的本质，互伊而且享受对上帝来听。所以咱伫17号拜六下早，咱有一个训练会。这个训练会是开放予所有的愿意付出疼的行动去接待新的朋友的人，咱会训练安怎去接待这个新的朋友。这个爱报名，请大家爱把握这个机会。我相信，如果咱若愿意对这2项开始做起，相信会当带予别人真大真大的祝福。最后一项，咱看起着这个比喻中间，第2天了后，撒玛利亚人决心要离开这个客栈，要离开这个受伤的人，但是伊摕2个囡仔交予客店的主人，
讲请你照顾伊，然后我回来了后，我会付清所有的费用。表示讲，撒玛利亚人伊帮助这人，毋是一时的感动尔，伊要互这人完完全全恢复。所以虽然伊暂时离开，但是伊的行动是持续的。望这人能完全得到复原。所以持续关心伊，才会当产生真实的效果。听的行动若要有果效，也爱持续行动。其实，阁有一个真重要的行动，非常重要，就是传福音，是上界好听的行动。咱看见着，伫圣经中间，耶稣带领伊的门徒，持续将上帝听的福音延续落去。虽然耶稣伫世间只有工作3年半的时间，但是即款听的行动，一代过一代传，互即个听的福音会当世界报传，一直到咱的手中。今仔日咱嘛承接即款真重要的使命，请大家会记住，少年教会伫遮已经设立105栋。咱过去有做真侪真水、真美好的见证，将听的福音不断分享出去。但是，亲像拄则咧祈祷中间所讲的，咱行福音的债永远还袂了。咱只有透过持续的听的行动，将即款上帝交代咱的使命延续落去。这是上帝设立咱教会伫即个所在上界大的目的。愿上帝亲自帮助咱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大的恩典，互阮受你呼召组成相连教会。主，阮今仔日伫遮感谢你，因为阮伫遮领受极大对你遐来的疼。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会当思考用阮的性命的奉献来荣光你，来祝福其他的人，互即个听的行动持续延续落去，带来大的效果来荣光你。求主帮助阮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过来吟诗219首，来备万心领受圣餐。圣诗219首，主你身躯替我受伤拍破，请起立。主
以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凡那属于伊的教会陪参者，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甲坚信礼的兄弟姊妹，三甲来甲主同坐倒，享受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大家来听主耶稣基督对见那归义的人所讲稳定的话。主讲：恁囝仔着无担当担，通来就问我。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伊也讲，咬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咱三甲伫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圣经中间保罗先生所讲的。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。有提饼祝谢来背伊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，即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，又提饼祝谢，所以咱达成教义的模样来感谢主。亲爱上帝，阮感谢你。现在阮照你的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，为着纪念你永远的你的圣经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。主，阮谦卑恳求你垂天圣神来圣别阮。也圣别这个摆咧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通过这个对信心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主耶稣基督恩典的帮助，互阮会当成做阮属灵的朋友，互阮持续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，通互阮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。伊都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。当咱摕到这个饼，咱伫心中感谢主，因为伊的圣子的牺牲，所以咱得到救。
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三甲来领受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是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基督所留的宝血，所以设立的。当咱摕到这个杯时，咱伫心中感谢主，因为伊流出宝血，咱的罪得到洗清去。
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基督的会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请安尼来纪念伊，参加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，咱同心来感谢。是，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圣餐。阮透过圣餐明白，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，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。亲爱的主，阮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。也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，互阮透过生活中间不断听的行动来荣耀你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用奉献来结束咱的礼拜。第一遍来到本会来参加礼拜的人，如果你若无填写留名卡，伫你的座位头前有迄个留名卡，请你会当填写，交互阮收奉献的指示，通互阮通来甲你欢迎。这是咱来奉献。
创造宇宙万物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赏赐阮平安，赏赐阮财物，赏赐阮丰丰富富，无得到欠缺。这是阮献上阮淡薄的金钱，互你作为圣工的路用。阮安尼祈祷，感恩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谢谢，这是我来报告，请大家掀开周报第4页。本主日是本会设教105周年的纪念主日，礼拜中特别为着教会事工来奉献，呼吁兄弟同心合意来参与教会各项的这个宣教事工，而且用奉献甲祈祷来支持教会事工的推展。第2项，本主日也是总会所定定的妇女事工纪念主日。为着唤起教会兄弟听妇女信仰的经验，开拓妇女伫教会内底服侍多元的角色，鼓励妇女积极参与服侍，贡献女性的信仰经验。智慧甲力量，也特别感谢妇女团契同工伫第3场礼拜中参与这事项的服侍。第3点，第71届北部大会通常的年会是伫3月初5，就是明仔伫马街平来举行，请这个参与的同工来参与特别。集体关怀，本会会友刘兰妹姊妹的姐姐刘桂梅姐妹，伫2月25安息主怀，定伫3月初5，就是明仔早起9点伫旧馆这个厝内来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第2点。本会幼稚园的郑丽玲组长的翁婿林伟成先生，伫2月26安息主怀，定伫3月17号拜六早起8點，伫新北市殡仪馆民礼厅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第3。恭喜本会会友林念义兄弟、林小忠甲林淑慧夫妇的第2个公主，要到林佩蓉姐妹，伫3月17号拜六下晡3點，伫咱现在10樓这礼拜堂要举行结婚的感恩礼拜，愿上帝祝福新人。伫这个所在有另外一个补充的报告。本会会友洪其忠弟兄，伫3月初2安息主怀，定伫3月13，就是下周的拜二，下周2，早起7點半，伫第2殡儀館至善廳至善2廳舉行入殓禮拜。當日的下晡1點，伫7樓禮拜堂舉行告別禮拜，請兄弟關心代禱，願上帝安慰遺族。这是咱来看第4點培靈會，時間是3月16，後禮拜5下晡7點半，伫10樓禮拜堂。咱有請到陳坤生牧師伊來甲咱做一個培靈會，題目是為什麼愛祈禱，請兄弟保留時間來參加。伫3月17，就是過長工拜六早起
有一个东港中职的训练会，伫咧交流会议室，这拢爱需要报名，所以请中职甲团契各单位的同工，一定要伫3月13进前来甲郭宜勋干事来报名。第5夜第6点，儿童主日学暑工吼，伫本周开始到5月，儿童主日礼拜是伫咧九楼来举行，用联合礼拜的方式来进行。礼拜了后，原来有分班。期待互囡仔有一个单纯的聚会环境，所以望家长会当参加成人的礼拜。4岁以上的囡仔的家长会当陪伴3礼拜，互囡仔来适应。3礼拜了后，请家长原来参加10楼的成人礼拜。以外，请大家伫直播顶头家己来看，这是请牧师来欢迎来宾，甲补充补。大家平安。首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，遮有一位听献的小姐。欢迎欢迎。欢迎，好。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，无写伫即个介绍单顶面。遐有一位吼，咱请招待人员特别注意啦吼，咱欢迎伊吼。咱欢迎这贵宾，等下。会当去甲咱的贵宾室吼，像伊是边仔的这兄弟来带去贵宾室，咱会做进一步的交代甲介绍教会。牧师来补充报告吼。除了咱的培灵会甲训练会，我拄则讲到的时阵有讲以外吼，咱伫8楼的咱的即个空间有重新吼有起做好势吼，咱装修好势吼。咱用感谢心来使用吼，感谢遮个同工吼，即个过程中间的调磨吼，这是牧师的补充报告。这只补充报告吼，这有一个停车卡吼，是台湾联通的停车卡，大家等下裤底下小帮看，然后判件的吼，再来找我摕。这是咱来吟线会诗，献诗514首，献诗514首，请起立。我
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、慈悲甲保护的圣手。愿全能的上帝、爸、囝甲圣神的恩典、平安，伫恁的顶面，直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庙岛谢温恭受差遣。